幫手布置房間，這感覺真好。小雲，你怎麼了？我知道，每个女孩子都想有一场轟轟烈烈的婚禮。不是的，你不是說過嗎？現在是非常時期，等仗打完了，日本人投降了，你再給我補一個不就行了嗎？小雲，你知道嗎？和你結婚，是我這輩子的夢想啊！小雲，我們結婚讓你為難了。你們不要結婚了，好不好？姐姐，查少爺那麼喜歡你，你就和查少爺結婚吧。姐姐，我心裡只有小雲，根本就沒有什麼查少爺。愛是可以慢慢培養的，只要你跟查少爺結婚，就一定會幸福的。真的，查少爺人品好，脾氣也好。不像小雲，脾氣那麼壞，時間久了，你會受不了的。姐姐，你知道嗎？我這一生最幸福的事情，就是能跟小雲在一起。因為在這個世界上，只有她懂我，只有我跟她是相知的。你們都說小雲的脾氣不好。但是，他就像一個孩子一樣，不加掩飾，是那麼的可愛，那麼的真實。不，你不了解他，你完全不了解他。我了解，那些都是他的過去，我要的是我跟他的未來。不，你不了解，真的不了解。姐，姐姐，姐，紅绸子買來了。我待會兒再過來吧。懷福，你回了。你喜歡你姐姐，你對你姐姐好，對不對？對。不是。你看過你姐姐洗澡，你一直在伺候她，你就把她娶了吧，好不好？不，嫂子，我是她弟弟。是啊，弟弟怎麼娶姐姐呢？戲文裡說了，春秋戰國時期，有個叫齊文姜的公主，她就是和她哥哥好的。小雲，告訴懷福，弟弟是可以跟姐姐好的。姐，你瘋了！我沒瘋。日本人馬上就要打來了，你還鬧着要結婚？姐姐，正是因為日本人要來了，小雲要上前線，我們才要結婚的，要不然要等到何年何月呀？你們甄家，我最知根知底了。上次報紙的事，一點都不假。小雲，讓開！小雲。真宇，真宇，國難當頭，我萬般何來了？這些日子，你都上哪兒去了？戒菸。真宇，我對不起你。你真的戒掉了嗎？脫了一層皮呀！以你的樣子，我如果不戒掉，我真是豬狗不如啊！
万校长，来，你还要我？当然要了。国难当头，您还是我们的校长。有您当校长，我才放心呢。谢谢。是不是躲到藏书楼里去了？不会的，昨晚我找过，他不在那儿。于校长，袁团长要是再不来，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，西撤的部队很多，不然的话，让3位老师跟部队先走吧。袁校长是守信誉的人，他说来一定会来的。我看他一定是什么事情耽搁了，我去找他。竹山叔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啊，不，我刚才看见他了。在哪儿啊？不可能！李老师，姐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，快不行，我一定要过。再往东走就是投敌。于小姐，是我。前面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。可是我真的有急事，你能帮我忙吗？你告诉我，永乐饭店在哪儿？好，从前面绕过去就是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于小姐，要小心啊！快点！小云，这是日本人占领的饭店，你不能待在这儿，你快跟我走啊！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儿。小云，我知道姐姐的话让你心疼了，我知道你恨甄家，恨甄家的乱。小云，你怎么惩罰我都可以，不結婚也不要緊，但是大敵當前，你不能跟日本人混在一起。甄小姐，還認識我嗎？袁田，是我讓袁先生留下來的。甄小姐，好久不見。袁田先生，你搖身一變了。不錯，外面正準備袁田司令官的就職儀式呢。你藏得好深啊！你當了司令？憲兵司令。這是袁先生寫的文章，甄小姐看看。留下，為了百姓的安康。當戰爭不可避免的發生之後，百姓的生命安全怎麼辦？他們的日常生活又怎麼辦？我們的城市不用建設了嗎？我們的家園不用建設了？這些問題需要有人來解決，因此，我同意留下來，和日本人一起和平共建我們的城市，我們的家園。
讓我們的百姓過上正常的日子。小云，這些話我舅舅說還差不多，怎麼可能是你說的？不錯，是我說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小云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自己在幹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在幹什么。真宇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这麼大的中國還打不過日本？那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太落後了，太不爭氣了。日本人和我們共建大東亞共榮圈，這很好。本來就是同文同種嘛，歷史也有過先例啊。當時滿洲人來的時候，不也有很多人寧死抵抗嗎？結果怎麼樣？滿洲人給我們帶來了康雍乾盛世，老百姓過上了好日子，我們的國家富強了。你難道不想老百姓過上好日子，國家富強嗎？小玉，假如你這麼做的話，你就是個漢奸。如果必須有人當漢奸，那這個漢奸我當定了。好，如果你真的這麼做的話，下次我見到你，我就親手殺了你。你不會的。會的，我一定會的。甄小姐，請你說話注意一點。岳天司令，你要抓我嗎？不會的，我們剛剛來，你當然還有點不習慣，但是慢慢會習慣的。不會，我永遠也不會習慣的。中國有句俗話，過頭的飯好吃，過頭的話不好說嘛。我希望我們一直都是朋友，就像我和袁先生一樣。我告訴你，不可能，我們不可能是朋友，是敵人。我可以走了嗎？送，禮送。于老師回來了，姐。姐，于少爺呢？于老師，袁校長呢？他是不是在等我們呢？部隊已經撤退了，你們趕不上了。不，我們現在就走，可以趕上的。他們是南京方向，對嗎？趕不上了。誰說抗日一定要上前線打仗的？婉月姐姐，婉月，敌人離我們不遠了，我特地過來看看你，還有同學們。婉月姐姐，捐的錢收到了嗎？雨，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，我們又增添了一批新的武器，我們部隊的力量越來越壯大了。同學們，老師們。雖然國軍已經撤退了，但是我們依然要繼續抗日。我們的太湖游擊隊還在這裡，只要我們有一顆愛國的心，無論走到哪兒，我們都可以繼續抗日的。你們說對不對？對對。看來這城裡是不能待了。得趕快轉移了，我來就是為了告訴你這個。去哪兒呢？要不然，先去東山吧，反正我們游擊隊就在西山，這樣也好有個照應。好，婉月，謝謝你。
陈明君，你记得中日甲午战争是哪一年吗？是1839年。那是林则徐虎门销烟。何老师说的对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哦，那应该是1894年。对了。啊，梁中哥哥跟我说过，林则徐用1杯烧酒点燃了虎门的鸦片，我永遠都記着的。現在呀，馬上要期中考試了，要記得好好複習啊。于老師，你好點了嗎？我沒事，我是不是一直沒醒來？小姐，于老師，那我們就回去了，你就好好休息吧。小姐，你有什麼事嗎？小姐，我想跟你說件事兒。說吧。當初小姐關照把罌粟燒掉，竹山斗膽偷偷留了一些下來。小姐，不行，竹山叔，這萬萬不行。小姐，可我們需要糧食啊。竹山叔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可是我們為什麼被人稱作東亞病夫？就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弱，我們的老百姓也太弱了。當年林則徐勸告道光皇帝時，曾經說過：“若由謝謝視之，是使數十年後，中原既無可禦敵之兵，且無可充饗之營。”竹山叔，我們真假那時做過很多錯事，但是現在我們絕不能一錯再錯了。小姐，我去燒，我馬上去燒。用火燒？不行，那樣會引起日本人注意的。用土埋吧，全部埋掉。是，小姐。于老師，我在湖裡摸了點螺絲，你吃吧。謝謝你，葉少。我來幫你弄。不用，我自己來吧。真好吃。姐，姐，這是你最愛吃的蓮子粥。哪兒來的蓮子粥啊？鎮上買的。鎮上？那有沒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啊？哦，鎮上的門面已經開了，日本人總不能不讓賣東西吧？那這蓮子粥，老師跟同學們都有嗎？姐姐，這……於老師，您的身體比不了我們，您多吃點吧。不行，什麼叫做同甘苦，共患難？更何況，現在是國難當頭，國難當頭啊！姐，我明白了。那為什麼我們囤積的糧食，你也捨不得吃呢？那些糧食是救命的，姐姐自有姐姐的打算。吃吧，吃吧，多吃點，來吃點小菜啊。謝謝。彩雲，笑
笑什麼呀？趕緊吃飯，要帶孩子們上晚自習呢。振宇，婉月，你来了，有我的饭吃吗？你说呢？来。来，坐。怀甫，去给婉月盛饭。哦，好。婉月姐姐，大家好。可想你了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来，婉月姐，谢谢。吃吧。振宇，你们就吃这些呀？粮食呢？我们来，你跟我来。来，你看，这那大米。婉月，我想把这些大米都捐给抗日队伍。这么多的大米，振宇，谢謝你。不，是我要謝謝你，謝謝你幫助我，讓我支持抗日。對，不過我有個感覺，要快。這麼多大米放在這兒，我心裡總有些不安。天哪，從來沒見過那麼多大米，原來我們這裡還藏着這麼一個天大的秘密呀！大家呀，千萬不可以說出去啊！校長說的對，知道嗎？不許亂說。姐說了，這些大米是留給抗日用的。記住，千萬不要說出去。打死也不說。東山名曰東山島。東山島？聽說袁局長心愛的女人就在那東山島上。那又怎麼樣？怎麼樣？他可是蘇城的大地主哦。大地主不是你嗎？好像他還是你外甥女，可惜他的錢早被你逼光了。是啊，我做夢都想讓甄府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之地。可惜啊，現在甄府還有100畝良田在撐着。東山島で帰ります。婉月，這是我們甄家最後一點底子了，千萬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裡。明白？懷甫，這外面是怎麼回事啊？哦，那是竹山叔在用火燒罌粟呢。燒？不是跟他說用土埋嗎？怎麼還會用火呢？啊，島上的山岩太硬，竹山叔說挖不深。振宇，我真怕日本人會來。要不這樣，我明天一早就調船過來。不行，怕來不及了。是啊，婉月，我怕來不及了。這樣吧，你今天就調，現在。好。于表妹，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新上任的蘇城教育局局長袁小雲先生。姐，袁小雲是國軍團長，
怎么变成日本人的教育局局长了？袁局长，请问有何贵干？有人举报，你们没有按照规定教材给学生上課。袁局长，是中国人应该都知道，用什么教材上課，向来是校长说了算。甄校长，这是例行公事，我只是公事公办。玉儿，你把教材拿出来，让袁局长过目一下，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？舅舅应该知道，现在是战乱期间，到处是明火执仗、烧杀抢掠，连学校都搬了，哪来的教材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没有教材你怎么教学呢？你不会是在这儿聚众抗日吧？聚众？我们2个人也算是聚众吗？原田大夫，不，原田司令。你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，聚的众应该比我多吧？哦，有意思。你说呢？战争期间没有教材也是实情。不是实情。没有教材，他怎么教？如果舅舅硬要无中生有的话，确實有教材。哦，有，在哪兒啊？不過拿不出來，在我腦子裡。魚兒，這年頭，嘴巴厲害已經沒有用了。給我送！是，送，快！我是個記者，請相信一個真正記者的良心。振宇，我很想你。放心，知根知底，有什麼不放心？袁局长，沒發現什麼？你說呢？梁中啊，你也沒發現什麼？哦，沒什麼。來，到廚房給我搜。是。教材，袁局長，這腳上的稻草是怎麼回事啊？趙老爺，
我的脚不能扛在肩上吧？说明你到廚房去过，教材就藏在稻草底下。袁局长，这事该怎么解释呢？那你看你儿子的脚，不也沾着稻草吗？袁天司令，您看着办吧。振宇啊，教材是小，情义是大，谁让我是个念旧的人呢？我们可以走了。不行，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计较。爹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回去写稿子了。鱼儿，施婉月在这儿吧？对不对？舅舅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人在哪儿？袁天司令，看来真鱼是不想告诉我们了。来人，继续给我搜！袁天司令，难道你现在就不念旧了吗？施婉月是太湖游击队的，这就是他。哼，无凭无据的，就别再假惺惺的了。把门打开！假的。门还有假的？真的不早就开了？袁天司令，你知道，我们中国人是很复杂的。就比如说这个，看起来是门，其實不是門。不是門。施小姐不在这儿，华府。施婉月来过，肯定来过。袁天先生，看起来是幕墙，其實它不是幕牆。哦。这个门还是讓袁局長推更好。哦，袁局長一向贊成東亞共榮圈。袁局長，推吧，不就推一下嗎？推一下就立功了。這個機會讓給你吧，袁局長。汉奸！你這個漢奸！別上！漢奸！別上！漢奸！你個狗漢奸！別上！你還是抗日英雄，我們都瞎了眼了。
卖国求荣，汉奸！万校长，你也在这儿？袁小云现在是你的局长，你总得给个面子吧？查老爷，你有奶便是娘，你也做了二臣了。呸！你才有奶便是娘呢！你原先是我的奴才，现在又投靠真鱼，他给你什么奶吃？你别仗势欺人了！我们是吃的野菜，你是吃的日本人的东洋奶。等等，原田司令，你们要找的是婉月，你也见过，请你看看，这里有吗？这些都是我的学生。学生嘛，只要归顺就好，共荣就好嘛。婉月不在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原田司令，你看，云儿，这是什么？你说呢？哼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大米。对，这是中国人的大米。那就奇怪了，放着大米不吃，你们一锅一锅的吃野菜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吃什么，不吃什么，你还有日本人，管得着吗？我没问题。文校长，大米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有，施婉月在哪里？我知道，但我就是不说。哼。原田司令会让你说的。现在的突破口，就在这个姓万的奴才身上。万校长，你是个读书人，不错。读书明理，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气节。不对，最重要的是人的性命。性命丢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万校长，甄小姐。你就别管了，我是一校之长，什么事都由我負責，與甄家小姐沒有關係。大家都，我寇，蠻夷之族，我大中華的千年古國，你們是管不了的。來吧，打吧！校長，用你們中國的道理叫殺一儆百。我管得了！原田司令，这就是你要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吗？这个杀戒一开，苏城以后就要每天杀人了。那就把他抓起来！
要建設的大東亞共榮圈嗎？原田，這就是你要建設的黃道樂土嗎？甄小姐，對不起，各有苦衷啊。我的弟兄們遠離家鄉，寂寞孤獨，安慰一下不可以嗎？應該的嘛。安慰一下，就用我們姐妹的鮮血跟尊嚴來安慰嗎？甄瑜啊，注意一下你的態度。姓查的，你還是中國人嗎？小鱼，你真的做了汉奸了吗？我不相信，我烧成灰也不信。甄瑜，这可是事實啊！這跟你沒關係。看來我只好做一個焦急的旁觀者了。小魚，還記得你答應過我嗎？你要做我一輩子的燈。第一次見到你，是那麼美好，你給了我那麼多驚喜。我的世界是你給我的，我的生命是你照亮的。原田老弟啊，你不覺得他們的談話比我們的古董更有趣嗎？哎，不要驚動他們。甄瑜是在幫我考察，不是在審問袁局長呢。嗨，可是為什麼一眨眼的功夫，就讓我陷入了黑暗的深淵？小魚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讓我失去他好嗎？唉，來不及了，太遲了。小魚，我第一次見到你，我就確定今生要跟你相隨。不，是永生要跟你相隨，因為你是那麼懂得我，那麼了解我，我的好，我的壞，我的希望，我的憤怒，我的一切的一切。我也以為我是了解你的，明白你的。可是現在，我看不明白你，我看不清楚。小魚，我不能沒有你，我的世界不能沒有你。但是我也要告訴你，至死我都不會同情一個辯解者嫁給一個漢奸的。好，蕩氣回腸，並且鐵骨錚錚了。小魚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呀！怎麼，我又輸了？
对不起，原田司令。我们两个下棋，总是互有胜负。你胜的多些，我胜的少些。可是最近我从来就没有赢过你。我长齐了。我看未必。是不是原田大夫变成了原田司令啊？大夫变成司令，我就得故意输棋了吗？下棋是下棋，政治是政治。原田司令，这盘棋你输大了。袁局长，我是不是该杀了你？杀不杀，这是你的事。来人！既然这么顶真，那就得点目，必须点目。我就算死，我也要弄清楚这盘棋我究竟赢了多少目。袁小云，我就欣赏你这种骨气。请问袁局长，你如此行为，到底是仇恨日本人呢，还是出于对甄小姐的爱？不就是没找到教材吗？你总不能把我没看到教材说我看到教材了吧？不，我们现在不纠缠这些了。那纠缠些什么？司令阁下，本局长提醒你，那天在船上，我已经被真鱼骂成是汉奸了。你知道汉奸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代表什么吗？不，袁局长，现在你不必担心你是什么汉奸了。这是什么？有人说出了你不是汉奸的理由，为你洗清了罪名。就因为这封信，多了就不那么可信了。可能原田司令输了棋，心里不太顺。那我就向司令汇报一下，我原来是甄家的一個小廝，是一個完全被忽略、不被重視的人。可是現在不一樣了，不可同日而語了。我現在成了教育局局長，成了你的得力助手，這自然會引來很多人的嫉妒，很多人的仇恨。嫉妒，由嫉妒轉而仇恨，這是很有特點的中國文化。那麼，如果我真的如信上所說的，是國民黨的臥底，那請問，寫信的人是怎麼知道的？除非他也是國民黨臥底。有道理，有點道理。左手，那你練，我可沒那個功夫。不錯，你很正經。但要說嫉妒，我看你最有理由嫉妒，因為你和袁局長都愛甄小姐。甄瑜是我表妹不說，司令，以此為依據，退一步說，寫信的人是國民黨臥底，也就不成立了。趙良仲，你就說說你是怎麼用左手寫的？袁小雲，說話要負責任的，不要信口雌黃、血口噴人。信是誰寫的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信的內容是不是真實。袁局長，現在證明你自己的機會來了，你就負責審訊甄瑜的工作。查老爺、查先生，一個是他的親舅舅，一個是愛着他的表哥，你們都對他的性命負點責任。查老爺配合袁局長審訊甄瑜，查先生負責全程報道。嗨，袁田司令，查某一定盡心盡力。查某，不，我們父子倆也要證明自己一回嘛。好，那就好。希望你們共同幫助甄瑜站在日本皇軍這一邊。
为大東亞共榮出力。雖然甄家過去在蘇城有種種非議，但甄家在蘇城還是很有影響的。甄瑜又是蘇城有名的女校長，只要她過來了，其他的那些人，像什麼劉振健、潘蘇新、周松林什麼的，也都容易過來了，明白嗎？请吧。哎呦呦，你还不好意思呢，甄瑜，瞧你害羞的。表哥会很温柔的对你，相信我。哎呀，甄瑜啊，我早说过，你一定是我的。你偏不信，怎么样？受苦了吧？甄瑜啊，甄瑜，你这是何苦？老爷，我早说过，男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优雅，你怎么总记不住啊？甄瑜这个小贱人，跟他娘一样，软硬不吃。那查老爷就没办法了。有，把胶水罐酒精煤油烧，让日本人玩个够，办法有的是啊。你疯了！甄瑜是我的女人，我的女人，你给我记住了，我要一个完美无瑕的女人，懂不懂？那你的意思？爹，甄瑜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像这种人，只有让她低下高贵的头才有用。低下高贵的头？精神。只有把她精神摧垮了，才能击垮她，才能奴役她。于老师，对不起，舅舅不能再跟你耗了。各位皇军，我们这位甄家大小姐一向喜歡脫光了衣服給男人看，這麼漂亮的小姐，你們不喜歡嗎？查老爺，難道你不覺得甄瑜長得很像他媽媽嗎？像，真像。查老爺，難道你願意看着自己的親妹妹光着身子，讓大家看？
亲妹妹。亲妹妹又怎么样？这是大事！皇军们，上啊，上啊！你们上啊！你们上啊！上啊！皇军们，你们上啊！你们快上啊！你们上啊！皇军们，你们快上啊！我是案子的主管，没我的命令，看谁敢乱动！你们不要听他的，他是这个女犯人的未婚夫。原田司令已经说过了，他的行为要是不利于审查，就不要听他的，不要听他的。皇军呐，你们上啊！你们快上啊！爹，皇军们呐，你们赶快上啊！上啊！你搞什么？鱼是我的未婚妻啊！各位皇军，真鱼是我的未婚妻，请各位高抬贵手，给我一个面子。审问到此为止。对不起，真鱼，我又来晚。慢着。把真鱼小姐带到嫌疑人临时留置处，我晚上还要审。在哪？快回来吧，回到我的身边，我需要你。小云，是你吗？不，你不是小云，你不是小云。